收聽收睇拉姑姑物語呢個頻道㗎。之前嘅大排檔嘅節目收視唔錯，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先。好啦，近期熱播嘅新劇《非分之罪》首個單元無念女屍，強烈嘅人性衝突嘅劇情，引發到全網嘅熱烈討論。咁其實最初呢套《非分之罪》宣傳同埋開播嘅時候咧，我都喺度諗，佢咧就話真人真事嘅，咁我見哇又打打殺殺，一陣間又女屍，好唔好睇㗎？咁而且咧，我知道咧係有啲網民啊，就喺即係之前有啲報道話有啲網民咧玩遊戲機，玩到咧代咗入去個遊戲機嘅角色裏面，跟住咧引發起殺人啊呢啲咁嘅行為。咁我其實喺度諗吓，咁呢套劇一出，會唔會又引起啲網民有一個反教材咁嘅觀念啊？咁但係咧，原來我初初都有啲抗拒嘅吓，咩嚟㗎？好唔好睇㗎？會唔會反面教材啊？嗰啲咁但係咧嗰個遊戲機嗰個係好似係外國嘅新聞都有播嘅，外國嘅案例嚟嘅係。咁其實當我真係睇呢套劇嗰陣時候，我又覺得又真係好好睇喎。我覺得又真係好正啊，咦幾吸睛喎，幾吸引喎，又同我想像中又唔係咁睇喎，整個劇情。咁我亦都上網 check 過，咁佢就話呢套劇咧係反映出人嘅貪念嘅一個另一面嘅另一個面孔嘅。咁因為貪而引發到一啲故事嘅，咁我覺得咦同我初期諗嘅又唔同，又幾吸睛喎咁。大家仲記唔記得妙手仁心裏邊嘅溫柔爾雅嘅程志美醫生呢？呢次吳啟華喺劇中再度披上醫生白袍，但係靈魂呢就變咗不折不扣嘅魔鬼控制狂父親。佢單憑10秒內眼神同埋嘴部嘅劇烈嘅震動震又完美演活咗崩潰同埋狂喜嘅內心戲，被網民激讚係神級演技教科書。久違咗喺電視劇集裏面嘅吳啟華喺《無念女屍》裏面飾演嘅婦產科醫生，表面上就係專業人士，實際上就展現咗控制狂嘅一面，甚至為咗隱瞞秘密而變相禁錮咗親生女兒。預告裏面佢怒刮咗阿大祖兒，角色性格陰暗，同佢以往正氣嘅程志美醫生形象係相反嘅，兩樣係唔同嘅形象嚟嘅。咁就被讚演技爆發。26歲小花尤嘉欣呢次愈強愈強，徹底剝咗佢以往嘅青春港女標籤。咁初戀無限亨，咁佢同朱敏瀚阿 YY 喺劇中嘅感情線純愛度十足，兩個人面對人蛇集團嘅追殺同埋嚴父禁錮多時，上演一幕緊張嘅逃亡戲，喺暗巷同埋圖書館嘅浪漫情節，被網民封為逃脫 CP。比戲劇更殘酷嘅香港真實奇案，咁呢套戲呢，就改編自2015年淺水灣豪宅混血少女墮樓案嘅，咁同現實中係完全真有其事。最終因為15歲大女難忍壓力，而喺淺水灣豪宅墮樓身亡，所以先揭發呢宗悲劇嘅。好啦，到節目嘅尾聲，
結尾啦。咁一個控制狂嘅父親嘅執念，最終將整個家庭推向萬劫不復嘅深淵。無念女屍嘅大結局其實有冇震撼到你啊？其實有嘅，我諗震撼到所有嘅網民。琴晚嘅大結局的而且確我都睇到眼濕濕嘅，尤其是啟華哥同阿貝安琪互相擁抱一路唱歌喺個騎樓嗰度，我覺得我都有喊嘅。跟住我就諗啦，咦？阿吳啟華識唱歌啊！我都喺度諗緊，係有嘅。我睇到社交網站啲留言，一致都話好好睇，我都有繼續追落去嘅。咁平時我自己都幾怕呢啲比較懸疑嘅劇集嘅，但係我又覺得，又幾好睇喎。咁人咧就好得意嘅，好似我做旗袍呢個節目悶一下就唔吸睛啦，但係反而一啲好懸疑啊或者好詭秘嘅嘢咧，就相反地追看喎。咁呢啲係即係其實都幾得意嘅呢個情形嚟啊，我覺得係。咁係啦，咁大家又覺得吳啟華呢個慈父呢個變態嘅慈父做得好唔好咧？咁定係尤嘉欣嘅崩潰哭戲打動到你咧？咁嗱，最後大家記得訂閱本頻道，同埋俾個 like 俾本頻道啦，多謝大家欣賞同支持。